大家好，我係陳樹安，我係葛福林佈道大會嘅大會主席。喺2007年呢，在神嘅帶領同埋祝福之下呢，香港嘅眾教會、神學院以及福音機構，我哋一齊聯合起嚟呢，嚟到舉辦咗香港葛福林佈道大會。喺2007年呢，喺神嘅帶領同埋祝福之下呢，香港嘅眾教會以及福音機構一同咧聯合起嚟舉辦咗香港葛福林佈道大會。經過咗4日6場嘅福音盛會呢，係超過34萬人出席，同時呢亦都有33,464人呢係決志信主嘅。喺整個嘅籌備嘅過程當中呢，我哋深深嘅經歷咗神奇妙嘅供應同埋祝福，佢使到整個嘅籌備呢，眾教會同埋福音機構同心協力嘅嚟到推動各項嘅活動。神嘅靈亦都大大嘅挑旺眾信徒愛靈魂嘅心，以至到喺領人赴會嘅工作上面呢係非常嘅踴躍，因而呢造成決志嘅人數呢係有顯著嘅成果嘅。此外呢，眾教會都放下宗派嘅背景同埋隔膜，彼此同心，興旺福音，成為一個美好嘅合一嘅見證。我哋願意將一切嘅榮耀呢都歸俾神。我哋何等感謝神，佢願意萬人得救，甚至犧牲佢嘅愛子耶穌基督。我哋常常都記得主耶穌基督俾我哋大使命，要使萬民做佢嘅門徒。又想到使徒保羅，佢為咗佢骨肉之親，佢嘅心血，因此我哋好樂意常常遵行主嘅大使命。在2007年嘅時候，我哋曾經參與過葛福林佈道大會。呢一班嘅同工呢，想翻到當年我哋動員嘅時候，雖然下一啲嘅苦工，但係大家嗰種嘅友誼同埋鼓勵，因此差唔多10年啦。可唔可以在2017年我哋再有一次嘅佈道大會呢？我哋好尊重神嘅心意，用各種唔同嘅方法，如同保羅在哥羅西書話，我哋傳揚他係用諸般嘅智慧。我哋何等欣賞有如同三福啊、四律啊、福音查經啊等等，但大型佈道會呢，能夠震撼整個城市，動員基督徒彼此鼓勵，靈裏面復興，為福音嚟齊心努力。因此我哋話好唔好在2017年又啱啱香港經過啲選舉，可能有更多嘅危機嘅時候，我哋能夠聯結港九各教會弟兄姊妹一齊努力再傳揚福音一次呢？因此我哋徵詢各大宗派嘅領袖，我哋就請佢哋派代表，又組成我哋嘅董事會。我哋今日何等歡喜快樂，在啟動禮嘅時候見到港九教會各位牧長同工，我哋齊聚在一齊，為着呢個福音一齊表示我哋嘅啟動。喺2016、17，我哋為福音嘅緣故嚟齊心努力，去神嘅心意能夠達到，主嘅愛能夠臨到香港。2017福音盛會喺我哋呢個時間裏邊已經全力嚟到係展開啦。我哋喺2016年嘅年初時間舉行咗啟動感恩嘅慶典，意味着我哋好認真地向外嚟到係去公布呢一個嘅盛會嘅展開。我哋感謝主喺我哋會期嘅時間差唔多有足足2年嘅時候，睇上去好似好長嘅時間好充裕。其實如果要搞一個全香港嘅聚會，我哋相信其實可能時間仲係好緊迫添。我哋喺過去嘅經驗俾我哋睇，就係話如果要搞一個咁大型嘅聚會，我哋有好多事前嘅功夫需要去推動，包括咗同各界人士嘅聯絡啦。我哋過去已經用咗超過1年嘅時候，同不同嘅機構、教會嘅代表、宗派嘅領袖們，亦都係分享異象，掌握到呢個係大家都認同嘅時刻。喺2017年嘅年尾，我哋就舉行呢一個嘅福音嘅盛會。我哋喺未來日子嘅時間，我哋希望你喺唔同嘅方式裏邊參與。我哋暫時組織咗有超過20個嘅功能嘅組別，透過呢啲嘅組別
去發動喺唔同嘅層次嘅相關嘅工作，包括咗同教牧同工嘅聯絡，同埋係準備各個事工嘅推展。我哋希望你能夠喺唔同嘅形式裏邊去參與，透過你嘅參與去支持我哋。而我哋希望你咧能夠可以係去代禱嚟到係去支持我哋喺各區都係好多嘅事工係需要嚟到去推展，希望你能夠係努力嘅去參與。多謝你。2017對好多人嚟講咧係一個好普通嘅數字，但係對香港人嚟講咧，2017呢個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年份，因為2017將會舉辦一個香港聯合嘅佈道大會。呢個聯合佈道大會將會包括咗4日7場嘅佈道大會。喺辦一個嘅佈道大會嘅經驗上面嚟睇呢，其實當然要動員好多人力啦、物力啦、財力啦嚟到去 support 支持呢個嘅佈道大會。但喺我個人嗰個嘅體會同埋經驗嚟講呢，我覺得要辦一個成功嘅佈道大會呢，最重要關鍵嘅一個因素就係祈禱嘅力量，因為禱告能夠讓整個佈道大會呢可以喺上帝嘅祝福底下呢能夠順利嘅舉行。譬如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哋租借呢個場地，我哋需要更多嘅禱告，求上帝呢為我哋開通達嘅道路。又好似要辦一個嘅佈道大會，事前嘅準備各方面嘅安排，其實都有好多係你控制唔到嘅因素會出現嘅。所以我哋需要禱告，求上帝呢親自嘅率領，令到各方面嘅安排，特別係一啲好突發嘅事情、預計唔到嘅事情呢，都能夠得到呢上帝嘅保守。咁當然啦，禱告亦都係可以去搖動神嘅手，叫上帝大大嘅感動更多未信嘅人呢嚟到佢嘅面前，嚟到聆聽福音，得着一個豐盛嘅生命。所以喺呢一段呢，我係好鼓勵弟兄姊妹、各位教牧同工喺我哋未到嘅佈道會之前呢，我哋先懇切嘅去祈禱，讓我哋嘅靈命呢得着復興，以至呢可以更加被上帝大大嘅使用。